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初见，或许好久不见，一点灵犀惊动尘缘。再见，为何心生怀念？发生在为你落泪之间。两全美景爱火焰，深水同你看，姹紫嫣红开有谢，戏本戏头过经验，淘尽酒自言，再续经缘。最不忍忘川，并非长夜，而是破晓前好梦一瞬间。最不能忘却，并非流年，而是回眸的云烟。最不想留恋，并非人间，而是遇见你，划分这世界。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这一集咱们狐族大聚会，哈哈哈！狐狸，往哪？有事吗？我有话要问你。这么说，你见过他了，你都知道了？嗯。狐狸，虽然你们都是狐族，但我相信你和他不是一伙的，所以我才来找你。我想知道为什么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，为什么要跟我说那些话？千峰，他也没有告诉过我，他只说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狐族。狐狸，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帮我联系到他，我想要见他。见谁？千峰吗？不行，绝对不行。狐狸，你听我说。不可以！你现在躲都躲不及，为什么还要去见他？你自己不也说了吗？流云皓月联手起来都打不过他，你这样贸然行动，不等于直接去送死吗？可是我觉得他不会伤害我，他要是想动手，早就动手了，否则我也不会站在这儿跟你说话呀。可是，狐狸，拜托，我们不能一直这样拖下去呀，事情总得得到解决。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必须知道为什么。况且，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苗里，我必须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，不然苗里早晚会有危险的。所以我必须亲自去见他一面，问清楚。狐狸，拜托。行吧，我会联系他的。不过他愿不愿意见你，我就不知道了。而且，你不能就这么去见他。我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心情不太好。你昨天跟苗里去看电影被气着了？
怎么是你？你怎么来了？为什么不能是我？这又是谁呀？你不告而别，连句话都没有留下来，我就不能来找你吗？长老呢？别管他，我问你，哎，昨天那个姑娘是谁？什么姑娘？哎，你别打岔，长老人在哪啊？哟，几天不见你还长脾气了你？就是昨天早上把你拉走的那个姑娘，哎，她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跟她是什么关系？她是不是仙族的？修行多少年了？你监视我？你别扯开话题。我现在没闲工夫跟你解释这些 ，OK？ 我找长老有事儿。我看你是心虚吧？无聊。偷偷从涂山跑下来，原来跑这儿谈恋爱来了。我找长老有正事儿，他人在哪？你先告诉我。什么正事儿？昨天在公园，你和他们交手了。就凭他们几个，还想设计抓我，也不掂掂自己的分量。长老，我也是狐族的一员，事到如今，我有权知道真相。你们到底想对汪兰做什么呀？狐狸，难道族上的传说你不知道吗？什么传说啊？杀生石啊！杀生石？杀生石是什么？好了，你们想知道的所有的事情，我都可以告诉你们。但是汪兰，这件事情还是当面出来说比较好吧。我在这里，你说吧。罢了，你紧张什么？长老要是真要对汪兰做什么，你拦得住吗？拦不住我也得拦。没事儿。狐族的传说是什么？杀生石又是什么？你一定很好奇，我为什么会去找苏静儿，又为什么会来找你？这一切都与你的身份有关。身份？让我来给你讲一个故事吧。上古之时，在涂山，一个身负屠妖使命的小道士，意外得到了十字妖星之力，要屠灭我们狐族。此上古邪力威力无穷，我们狐族几乎被赶尽杀绝。后来呢？后来，我们狐族的首领九尾娘娘，不惜以自己千年的法力和性命，将那人体内的邪力封印，一同化作杀生石。那场上古之战，他们二人最终同归于尽。那个杀生石也就此消散。杀生石，邪力？你是说？不错，那个杀生石就在你的体内，而苗里就是那个屠妖的小道士。什么？现在你该知道谁是你的朋友，谁是你的敌人了吧？这就是你的宿命。这一切的开始，都是因为他。这么说，汪兰，你也是狐？那你们来找我们？为了救你，因为你们再一次的相遇，杀生石也开始觉醒。如果不能尽快化解杀生石，你就会死了。当年苏静儿和李公子如何，你应该很清楚。也就是说，我只能尽力帮他维持，却怎么样都救不了他，是吧？不止如此，这股邪力是依附在他身上，所以永远跟着他。现在你应该清楚，我们是来帮你的吧？还有你，整天和那个苗里还有那个什么仙族的混在一起，你到底是哪边的？我只知道我愿站在汪兰这边。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帮我，到底要做什么？你们要对苗里做什么？想要化解杀生石、解除封印，唯一的钥匙就是苗里，所以他必须死。你们是要用他？不行，我不可能为了自己活命而伤害他。可这是救你的唯一办法。那也不行，我宁愿死也不要伤害他。当年我没能救下苏小姐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救你。九尾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我不许你们伤害他！我不会让你们伤害他。长老，我看他是不会让我们对苗里动手的。现在离杀生石觉醒只差最后一步，别着急，等到时机成熟，我们再行动。那狐狸呢？与其让他留在这里碍手碍脚，倒不如把他先带回涂山。
我留着他自有我留着他的想法，这个你不用操心。喜欢吗？买东西啊，很讲究眼缘的。第一眼看中的东西呢，准没错。小伙子，你长这么帅，女朋友一定也很漂亮吧？带上她以后会更好看的。那你帮我包起来吧。好的，谢谢。我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想在寝室休息，不好意思啊。轩，包好了。哦，谢谢。哎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直播的主题叫做“坚强的单身狗”。没错，现在主播所在的位置呢，在这个碧溪学院的校园内。没错，先给大家看看我们学校的这些这个情侣啊，这个情侣，这一个个秀恩爱的情侣。哎，走了，哎，谢谢各位的礼物。想看我去逗他们的，咱们刷波一。哎，我一会儿看那男的，我就一把抱上去叫亲爱的，怎么样？不是吧？你们稍等。哎，汪澜这么巧啊？散步啊？我直播呢。哎，这是我好朋友汪澜，你们都见过吧？哎，给汪澜打个招呼。大家好。别闹，一个个干什么？哎呀，肚子疼，吃完肚子啊，狗粮吃多了不消化啊，疼啊！哎，要不咱们今天先这样吧，行吗？我下回再播啊！大家晚安啊，好吧。你一个人，他呢？你俩吵架了？他放你鸽子了？他又欺负你了？没有啦，是我自己有些问题没想明白，跟他没关系。你有什么问题想不明白啊？看给你愁的。你说，这世界上有没有什么神仙妖怪的？啊？我是说，这万事万物都有它的规律，注定发生的事情，是不是再怎么逃开，也逃避不了它的宿命啊？这大晚上你想这干嘛呀？不是，这些都不可信。你看我经常做噩梦被吓醒，可是我现在不还是活蹦乱跳的吗？所以说，没事儿。可我……你不是你吃了饭了吗？走，先吃饭，别想这些有的没的了。再说了，这么复杂的问题，待会儿得吃完了好好想。走。想吃什么随便点，我今天直播收入提现了，别跟我客气。你不是说你在宿舍里休息？你先坐。你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只是凑巧碰到了，就一起吃个饭。你们先聊，我走了。
解释。解释什么呀？你觉得需要解释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来？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谎？你为什么和白兰在这里吃饭？你知道我在店员门口等你多久了？苗离，不要想借口是吧？想不到，我帮你想。对你来说，平和约会已经不适于我们了。不找点刺激，不冒点险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跟我好好相处。所以呢，你找到新的冒险模式，情人节和朋友吃饭，对吧？点菜啊！你去哪？你不是说你饿了吗？现在饱了。就这么消失了。我还在生气。我就想让你知道一下我的感受，这样我们算扯平了，好不好？有这么算的吗？今天我过节，我说了算。就你过节，我不过节啊？凭什么这么算呀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们一起过节，一人一份，你那份半价。哄小孩呢，冰淇淋都是半价的。我就想吃，但我又不想只买一份。苗离，因为不是一个人，因为有女朋友了，所以不想只买一份。我们许个愿吧。啊？许个愿嘛，过节嘛，总得有点美好的回忆呀。你等我没有看成电影，我等你没有吃到饭，我们可以过节许个愿呀。哎呀，我不想许愿了。你快点嘛。闭眼。向前走。好了吗？没有，不许睁眼啊。
继续。之前的不开心就忘了吧，王兰，记住现在就好。这样，当你将来不在他身边时，回忆起来也不会留有遗憾。行囊很轻，却说去远行，背着一小片梦境和壮阔的心，擦肩而过几个背影，也路过几处风景，走啊走啊曾经，走啊走啊你要在静谧森林，在喧嚣人群，收集着花语繁星，也细数叹息。谁的儿时虽不年轻，是一的当你远行，空荡的行囊里藏下我姓名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远方，是远方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流浪，在流浪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弯弯行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故乡，是故乡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守望，在守望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